在2年前，台南市政府征收港墘农场做绿能产业园区，也这个规划案今年1月已经送到工业局啊。不过环保团体是真不满，讲这市政府讲这片造林地无生态价值，就要把60公顷的树啊全部刷走。工业局和农委会拢表示会先检讨，也会找看卖其他的工业区敢会当使用无。那大同是表示讲，那准环评通过，会用合作开发的方式，而且因无要卖土地。规大片青眼金看到心凉被吐开，这拢是人工种20年的树芽。台南认得港墘农场，毋但有3万丛树啊，全台湾简单2座有机畜牧场，其中1座叫甘心牧场，也伫咧内底。当地人士认为净化空气甲复育2.K的功能真大，即阵要开发做绿能产业园区，引起不满。阮9公顷啊，挂一块有机的畜牧场。全部拢去互伊的工业区要甲包围，严重影响阮的有机的经营。自然的平衡互伊出来了后，再去开田开拓地皮，必用地工程来营造新的生态平衡，这根本就不对嘛！绿能产业园区规划伫咧港墘农场，以认得的中州甲上轮啊为主，土地面积超过87公顷。环团甲当地人士不满台南市政府以造林地无生态价值做理由征收土地，要甲60公顷的树啊拢刷走，因为征收的范围超过98%拢是大塘土地。因表示准若环评通过，会用合作开发的模式，只租唔卖。如果说这些案子经过审慎评估可行开发，那我们台糖土地领为了产业园区我们都是用只租不售。是不是当地有没有闲置的产业用地没有使用的？好，水电供应是不是无虞？对环境的冲击等等这些都是纳入在审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啊。要做碳排的分析啦。不是房子盖一盖了，厂房盖一盖就好。农业局表示会先检讨敢有偏远，毋过会当使用的工业区，准若需要征收农地，也会避免流失。也那工业局表示，这案伫咧今年1月收到，即马当伫咧审查，会以降低生态冲击为优先，谨慎评估。记者阿明晶、林学凯台北报道。